阿雄。全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吼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哈，来讲阮这节目过5关拼奖金上济3万块，恁砸上去哦。3万块，今日摕到登去啦。好，咱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。我来讲，今日2队来宾不得了的，是咱台湾戏剧内面上强的、上清的，咱拢甲请来啊。哎呦，那遮厉害啦！先介绍我这边好不好？我这边来拢是啊，大家爱徛来徛好的，嘿，导演。哦，导演好。大家捌听过花甲查甫囡仔长大人。哎呦，你可以的，迄是不是？是，越来越去，越来越去，今日拢越来越去啦。介绍咱的导演，好，咱的队长，胡友莲。刚真正是安尼念，是安尼念无？我细汉都拢唔知我这要你安怎念？我妈拢叫我日本名，叫茉莉。茉莉，对，迄个较好念。嘿，好，来，咱茉莉队长来介绍一下。好，我的队友嘿，上水的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的冰基波。冰什么波？别安怎波啦，正波倒波。不是偷食波。王彩华，有拍波有波比。有拍波有波比。祝你大家平安顺心，大汉吉利高汉炮。好，咱波比的隔壁嘞。好，嘛是这个导演哦。嘛是导演哦。我是导演。哎，我的名叫做刘光辉。嘿，安尼有对啦哈。对，刘光辉。嘿，啊，阮是来宣传一个阮的电影。是，阮的电影要出来呀，是。什么名？咱的名嘞，来。刻在你心肝头的名字。哎呦，好听无？这绝对爱情戏的啦。是。这是一个伫个民国76年，一个发生伫台湾台中初恋苦恋的故事。爱情故事，一个初恋的故事，啊，真水啊，真纯。嘿，足久无看这款的电影，啊，伫个9月30号要伫全台湾的戏院甲大家见面。是，会记得9月30号，全台湾的戏院哦。是，无唔对，啊，今日的男女主角拢来啦。来，男主角甲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浩生。好心。好，来女主角甲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姨梅。 9月30号，专性电影院要上播啊！是，无唔对，阮遮是约的吼。是约的，约来约。啊，那这边的恁的约是安那约的？哦，阮这边的约是爱做工才赚得到的。哦，哎呀，电视台一般再般，即马搁要连续一直播呢。嘿嘿嘿，欢迎咱即马请啊了袂了的做工的人。今日顺哥。 我叫做余万顺，游泳平安顺利。哎呦，游泳就平安顺利啦。对。大家即马可能较知影你有做抢过啦。抢过。抢过。今日阮某无来哈，所以我用尽量较发挥一下。我尽量嘿。我介绍一下这款色啊，嘿。你好，色啊，你好。我基色啊，嘿。大家好，我是三陪路，我是 MB 红啊。好，咱刷落去咧。阮家拢是阮的做工的人的。 音乐配乐的迄个作家，做音乐的啦，音乐拢是有一条啦。好，咱自我介绍一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术集团，我是键盘手冠佑。啊，伫即届做工的人内面呢，阮有负责一条插曲做事人。除了你话，咱两边边这两位，佮阮介绍一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术集团的贝斯手，叫天文。导演啊，大贝斯哦，是，哈哈你看吼。系啊。即摆囡仔拢真牛呢。对啊。啊，佮刷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美术集团的吉他手。修吉。修泽。哦，迄爱念泽吗？是泽嘛吼。对，金泽泽。好，了解。咱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嘿，上辛苦的咱台语国文老师王秀荣王老师。 我是秀荣，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。哦，真正若要水，咱就爱食果子；若要巧，咱就爱讲台语。来看两边有巧无？咱进来去好无？好，来去等第一回合输计赛开始。 高手主持人出题目，采用轮流回答的方式进行。A 家庭回答了，换 B 家庭回答。只要有一边的家庭回答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，会当得到分数。
嘿，阮兜上高想，阮兜是安那想嘞？嘿，咱等者吼，老师会出题目，出了后咧，两队就要来抢答，你也爱用老师讲的这个题目来想一个词，还是一句话，看倒一名接袂落去，迄边就输啦。是，阮有分数。嘿，头一题10分，第二题30分，第三题50分，请大家加油哈！是，安尼拢知影吼。好，手相向爱练的顶面，得意手，爱听我讲车手答，咱大家讲，咱大家试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咱第一条，这字咱一般华语是甲讲香喷喷的香，啊，伫台语内底咱有3种音哦。第一个是香，香港卡，哈，啊，第二个是香，白巴掌擦了爱念五香，吼，爱念五香。再来第三个音，就是咱顶管讲的香，啊，这有香火的香，啊。到底佮有啥物甲香有关系的词？请大家拍拼回答。甲香有关系词哦。啊，香火老师讲啊，你袂使用啊。是，来请手答。好，来对。来，进来。香火，香火对唔对？老师。好，来做工的人。你想要带恁爸爸妈妈去倒位？来去新丰庙挂香。哦，挂香，老师挂香对唔对？有挂香的挂香有保庇啦，来这边。上有学问的。上有学问的，歹势无啦无影。啊，有人讲有烧香就有保庇，有食药啊就有惊气。是，好，老师烧香对唔对？对，无摆的出代志。老师我也要讲，这边来这个人。咱倒帮我收这边怎？收芒啊香，点芒啊香，有啊无啊？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来这边，身躯拢爱炸一寡迄个胖胖的物咱件。伫5月节时阵吼，咱有咧给分一下时势，有一寡香茶。香茶啊，香茶啊，快点，香袋嘛。嘿，对啊，香茶啊，香茶，咱来问老师，老师香茶对唔对？会当。老师面色怪怪哦。来做工的人，咱去拜拜时拢会创啥物？加减添一寡油香。添油油，老师添油油对唔对？对，做神书。哎呦，赞！来，我就相遇了。相遇。好，我们上香。香啊！上香，老师对唔对？上香。咱一般是讲敬香，嘿，啊上香是花语词。歹势，我就介意你的所以讲敬香啦。哎呦，安尼无安尼，来分数。最刚的人得到10分咯。不要紧，第一题咱就遮尔啊刺激啊，啊第二题是要安怎咧？愈来愈困难。哦，但是不要紧，咱趁烧来手放在另一顶面。好来。嘿，老师请出题。好，咱第二条要出来，这是华语咱叫做担嘛，吼，会当担心还是啥物物件？啊，毋过伫台语内底，咱有足侪音，第一个音咱叫做担，承担责任。再来第二个叫做担，比如讲菜担，也是担面，也是讲卖啥物物件，一个担，吼。第三个音。咱叫做担物件的担，所以担米的担，除了担米的担，佮有啥物甲担有关系的词？平常时拢导演，你家己指导对无？是。你即马你个试看，你喊1、2，啊不要喊3，你看导演。好，来请就答。来做工的人，啊是演员较落后，较溜了。牛打，牛打，哦，牛爱的，你看迄种牛打，是，牛咧快吧？牛咧猎餐的时顶个咧叫做牛打，牛打，好，老师牛打对唔对？叫做牛打对，咱这有一个物件，叫做牛打经，牛打经，对，这答。
这个所在。所以拄拄爱牛胆嘛会当，牛胆会使，就是迄支花木，哦，是哦，厉害呢！几个物件拢有几个讲法对咯。啊，好，加油加油！来这边我讲，咱这个节目全家有智慧，是美秀专家有姐，地位哈。是，啊阿雄阿雄阿雄啊，嘿，你要叫我打我啥？打啥？你是咧打这林，哦，打量非常的好，赞收视率真正诶，打接近打姐30分先可以啦。啊，什么？老师，打接近对唔对？对，我嘛想要甲演两个，有够了解过咧。好，来这边，拄则是牛担的嘛，即摆变人担的。嘿，人担叫边搭，边担，边担对唔对？老师，本担还是扁担拢会使。本担还是边担拢会打，就是华语讲的扁担呐，是，真好。来这边，今日换一个别的打来啦。阿姊啊，我俩一定吼，就输咱打。今年你无想法啦吗？输个打，真正输啊，咱问老师，想要打会使想哦。个打呢？可以吗？不是，耶！不是，这个搭是草尾搭的搭，还是乌搭伞的搭？咱这个是搭，会当搭做啊。到一寡加搭拢会使。是，不要紧，来，咱分数先来，够啥？你够啥？我这还有一句，叫做这大家会听着，金山草无茶，金溪担无水，俗语啦，嘿打啊。无水啦，嘿，嘿是，啊好，来分数。做工的人得到30分咯，无简单呐。哎呦，起码安尼啦，要安怎？咱来加油，咱来加油。咱个吹落去，咱够一题50分啦吼。 50分， 50呗，就赢，都甲摕起来。好，来，手刚刚两个点名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下出题。咱这是伫华语内底，咱讲图，糊里糊涂的图，好。啊，毋过伫台语，咱是甲叫做图，可能糊涂是一个音，啊，过来是另外一个音是图，啊，涂刷的涂，然后恁爱找出虾米甲图有关系的词。土，啥物甲土有关系？不是土哦，吼是嘿，是土。土。好，来，开始答。好，来，我们记50分啊，来，我讲。偷多一根，你是讲洋语啊？偷鱼啊！土土鱼啦。土鱼啦。哎，老师，土鱼对唔对？对。袂歹。好，来，今日我想，来这边做工的人。做工的人有土水西，土水西。土水西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足辛苦，做足伟大的。好，来，今日导演。对。我会甲你输甲土。阮囝吼，讲话较慢，我妈妈迄落咧，欢迎。嘿，搁翻一个，嘿。我我要互你，你输甲互恁输甲土。哦，安尼哦，老师因讲啊哦，我要互恁输甲土，安尼对唔对，对？会当输甲痛苦个土。好来，做工的人。当然你输你就爱。摒扫油涂骹，哦，摒扫油涂骹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油涂骹，摒扫油涂骹，油涂骹，油涂骹、卤涂骹拢会使。嘿，啊，来这边。教授搁要出来，教授。无向用去变着，变甲叽叽叫。嘿，兄弟同心，乌土变黄金。哦哟，兄弟同心，乌土变黄金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小弟都甲讲出来啊！搁想。嘿，来做工的人。黄金王乌了会变乌土。这是同款的字啊，乌土啊，嘿，搁想者，足多哦。真济哦。嘿。哇。真济哦。互你哦。不要紧，搁真济。对啦。嘿，搁真济。我这是土的，譬如讲有土团啦。团。哎呀，土红啊，粒土红啊，有啊吼，啊，搁迄个土人。啊，搁足侪物件，臭土味。
你呀，有迄个臭土味，对啊，嘿嘿嘿。土沙啦啥对的，对对，臭土味。所以其实佫足多呢，佫土酒、软土、深骨啊。规定哦，分数我加落去啦，无土啦。哎，恭喜你着50分哦！赢！好，来，咱这边两队的分数甲先看者。是咱这边做工的人40分，啊来，咱导演的咧。导演这边50分。结果拼起来啊啦，嘿，不要紧，咱继续搁拼哦，嘿，好，来，咱来第2回合的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拢总进行5条题目。你甲看，真有礼貌啦。起码少年的就是较有礼貌着啦。是，啊，你那第1个就起来啊？因为我上强。哎呀！拄的土，就是你想的对无？对。是，你平常时啊有讲台语无？对，有。啊，刻在咱心肝内迄个名字，是毋是你的电影的名对无？对。你第几届演电影？第3届。哦，所以讲拢无讲到台语。对。是，无得卡哦，你后一个电影就是讲台语哦。对。来，你好。收济。收哦，甲济啦。收济，咱平常时啊，咱写的歌拢是台语的啊。对，咱是，但是其实我袂晓讲。我敢若会晓打吉他尔。打吉他。大吉他尔。大吉他甲打是无共款的。无共款。加油！来，上个请出题。请问华语一举两得，台语有啥物俗语，还是跟其他俗语是同款的意思呢？一举两得哦，哈，来，请出答。啊，你拍边啊？你啊是啊啥？你来拍边啊？我袂晓。哎呦，这老实的啦。不要紧，咱吼美术先讲，来，坐。1减2个，蒙拿减4课。哦，1减2个，蒙拿减4课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就标准。真好，来分数先加入去。恭喜你了20分哦！是，来，台语咱去加油。加油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不要紧，咱20分无去，咱后抓咱搁有一个40分的。加油！好，来，咱换人。哦，感官就有礼貌的啦。拜托哈。因为平常时啊有讲台语啊，1点点。啊，甲厝的人甲上讲，妈妈、阿嬷、阿公，还是爸爸、奶奶，奶奶讲。哦，嘿，那咱美秀的天文，你好。是天文应该拢有讲台语啦。哦，一点点按尔。一点点尔。啊，内面写歌的是拢主唱写的。是阮主唱，啊，搁有阮的 keyboard 手。29岁，你几岁？我29。是拢真少年。真少年了。对啊，实在。就有才华的。不过阮的题目拢无伫遮啦。哎。不要紧，咱上的请出题。请问华语深藏不露，啊台语俗语是要安怎讲呢？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的塔起哦，哈。在头看后边啊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深藏不露，伊的台语安怎讲？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请手答。请手答。深藏不露，伊的台语的意思是啥？请手答。歹势，阮咧录节目。我甲你讲哦，不要紧哦，无调着恁乱摇，就会通啊摇着哦。吼，咱搁一解请手答，不要讲，咱嘛尽量甲讲。好来，请手答。好来。一梅。梅诶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莫看那边，袂使偷看，袂使偷看。嘿。看他。啊，时间到啊，无法度，咱换这边。听闻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莫讲。来，点点啊，食三碗公。哦，
袂歹哦，这边卖个快点啊！咱来看着，点点食三碗公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迄个音应该是爱点点食3碗公半。你若叫人点点啊食3碗公，是叫伊点点啊食，卖点乌白菜。是，讲到这无简单啊吼，所以咱互伊对。哎，弟弟，点点食三碗公半。三碗公半。嘿，哈，哎，记哩哦，哎，40分来分数。容易最刚的人得到40分咯。哦，不要紧，两边拢加油哦，哈，咱扣落去偌济，60哦，好来换人。嘟嘟哎，哦，干那地头，我咧比干呢。对啊，我一直运啊，运到正口要破去啊呢。是，所以讲导演平常时嘛是拢讲台语。我讲妈妈讲台语。哦，咁啊，真好。啊那会嘛是如同款啊，伫厝里甲爸爸妈妈拢讲台语。我老孙你袂晓讲台语的咧。我会晓讲啊。结果我看伊做工啊，我那一直批评好，你批评呀。所以讲，其实你演骂人的吼，用台语骂，其实有影较有迄个味对无？口较对啦。开口啊。鼻红啊。来，上个车主题。请问华语的聊胜于无，台语的俗语要安怎讲？聊胜于无的台语俗语，观众朋友啊，你敢知影？聊胜于无。嘿，不要，哎啊不要，等下。车主的。嘿。嘿，聊胜于无，伊的台语的俗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好来，无鱼虾嘛好。无鱼虾嘛好。哎，这样有意思哦。老师是不是无鱼虾嘛好？对，有比无较好。哎呦，这搞啦。哎，这样厉害，就欢喜就到这边来。我跟你讲，导演那个伫遮，咱袂使走。是的。我问老师，我说有较赢无，敢有这个意思？无鱼虾嘛好，有比无较好，啊有较赢无拢会使，这是真好的句，所以真正有咧讲台语。赞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呦，感谢两位啊！分数报啊未？哎，分数还未加咧。来甲加落去。哎，最刚的人加60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就今年换人。加油！阮导演拄啊起来时阵已经考大。考大几啊？阮两用冠军啊。袂啦，咱上无嘛袂歹看，够50啊。对啊，对无？啊，那咱关于话咧，关于平常时拢有好多话讲台语。啊，你厝里拢讲台语。你倒位人？嘉义。嘉义啦。嘉义倒位啦。台中。台中哦，无差啊。对啊，嘉义，我是台中的隔壁尔。所以讲，咱家一定爱拼输，这80分呢。80分咱若摕到，哦，都游起来啊。对啊，阮拢是。尾啊两题，咱游起来。对，哎，对，咱就是有这个运的人啦。对啦。是，吼，好，咱手放喺另个顶面啊，准备哦。好，爱听我讲车手台，咱来下试哦。好，来，上个车主题。请问华语的欲速则不达，台语的俗语是要安怎讲？是欲速则不达，台语的俗语安怎讲？车手台。来，80分的来啊！心中可要定赢。我足惊，我食紧弄破碗。哎呦，食紧弄破碗！我足惊，我食紧弄破碗。咱来卡拄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答案是对的。哎呦，真正有百有保庇啦！好，来分数先甲加落去。那导演这边加80分哦。好，咱来听老师看，够有啥物意思好不？老师。对，咱除了食紧弄破碗吼，搁有紧胖无好势，紧价无好大家。然后咱嘛当行路的时，来去做形容，因为咱俗语拢是为生活中来，所以有紧行无好步，啊紧走就无好路。然后你若用手来去吹过，咱嘛当讲紧吹就无好过。
所以拢是生活中的物件，啊，咱会当接落去听的关我搁系。想到一句，好，来导演，紧使着红歌。你确定方面袂使哦？使收紧的着红歌。竞赛就是开伤紧啦，嘿我就丢红我光。记得是竞赛拄着口拍感，迄无讲意思。我竞赛就掉裤底，白虎棒啦，哎呀白虎啦，哎。嘿嘿，你拢想济啊啦！麻烦咱甲教育部来同齐行啦。嘿啦嘿啦，是较有气质嘞。好，来，咱活咱。可以不会呢，不会呢，不会。哥，哎，阮之前嘛有演红阿某，有演过嘛，对吼，对。老公你小牛啊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我手去遮就好啊。哎呦，但我会当用面切啦。现在，你忙要骗你哦。这就是咱台湾演员可爱的所在啦，真正。啊，平常时啊，恁两个迄当阵对伊的时阵，你是讲台语还是讲国语？讲台语。讲台语。伊拢演较歹名，迄个阮两个拢演做歹名的啦，大时代。是，不过这100分哦，会当徛伫遐遮100分，应该是对这种足了解。对啦，这两个徛在遮就一句话啦，生病是高地。哎呦啊！阮只是业帮输了招魂顶尔。哎呦，太上李老君啦！哎呦，帮出啦，走今仔拄着你，我算讲是田地小到地个尾啊！哎呦，一句变一句啦！哎，咱的题目啦，大家出车安尼就好啊啦。赞。不过我都唔知阮的题目是要出啥货咧。真正是有淡薄仔爱食个加细腻啦，吼。哦，真正哦。是，哇，保定就是这个哦。啊，这你大概拢 Q 这，但是拢无这呢。我你紧张啦，哎，紧张就好。较送的就对啦。嘿，一定爱送，来手去个两个顶面，来上个请出题。请问华语的徒劳无功，台语台湾话俗语要安怎讲呢？是徒劳无功，台湾话俗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哦，了解，讲看麦。哎，是我嘛？是你。冰机波嘿，食个冰机波，食到要死，红甲咸，做到要死红咸甲老干，做到要死红，做到老干红咸甲要死，做到要死红咸。啊，这，你讲头百几句啊呢？做到老干红咸甲老烂。哦，做到老干红咸甲老烂，做到老。咱小等下，做甲老干红咸甲老烂。做甲老干红咸甲老烂。老师，我嘛讲不煞煞，伊安尼讲对唔对？这句会当有外语。哦。我知道我冇有有功无守，拍破就赔。哦，伊就是有功无守，拍破爱赔。对无？啊，就是你做一寡代志，啊，结果无达成你本地的迄个愿望跟期待嘛，吼。啊，咱这款共款的事，除了谈多啊济，啊做。就是做好无想拍破爱赔，吼！啊，咱阁有另外迄个网仔顶牛角，网仔顶牛角无数无回嘛。啊，然后阁有一个就是，你着为咱身躯来甲想啊，迄花上头掠杀母，杀母就是伊无头章，无可能生杀母，所以嘛是无效。啊，过来就是我做这是食饱换腰年加做的，吼，也是讲。咱有一句迄个客家话叫做火烧菇寮，全无网，一寡网拢无去啊。嘿，啊打刷贴海了木工，还是无菜工拢是。哎呦啦，你就再搞啦。无啦，有Q掉，都是老公你牛蛙啦。我拄则无饲啊。我无看到你啊，当然嘛牛你。我咱这看只 VC 啊，重播。来，咱先甲加分数好不好？容易咱导演得到100分咯。好，来请回。来，咱分数甲看一下好不好？咱即马做工的人160分。啊，来咱导演这边咧。导演这边是230分。230分咯。好，今日咱来去。
全家抽奖金，全家抽奖金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，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。回答错误，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把这条题目的奖金抽去咯。奖金上悬的家庭，就是本集的胜利者，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。起码大家搁笑会出来吼，等一下你就知咯应该是笑袂出来啊啦吼。我口笑啦。阮拄嘛甲导演伫开讲吼，就是要互伊放轻松。导演，你知影阮这有5个题目？是对无？是，啊，你嘛是有奖金哦。嘿，每一个题目后边迄数字就是代表的奖金。是，咱先看一下题目是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哦，上。卵2000，内4000，饭6000，马8000，瓜1万。是2000到1万。你看你是想要你中甲破过，还是自头甲尾安尼豆豆啊来？哎，迄落先慢请谈心的，导演你感觉安怎？先食饭啦，先食饭了，先食饭。你中甲破过就对啊啦。先食饱再来，食饱再来。是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。6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食饭卡中午是咧形容什么款的人 ？A. 食米唔知米价 ；B. 妖怪加细腻 ；C. 就是无大无细人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来。是。食米唔知影米价。食饭卡中午。食饭卡中啦。无大无细。无大无细。嘿。诶，甲出过安尼讲。对，你边仔迄落锅巴你拢无。拢食中你食中伤过好命。伤过好命。对，所以是。我感觉正确的答案是 C。哦，咱来看一下哦。C， 无大无细，对唔对？食饭卡中午是形容什么款的人呢？广告回来，报你知哦。所以是。我感觉正确的答案是 C。哦，咱来看一下哦。C， 无大无细，对唔对？哎，6000哦，机会来啊！6000块的机会来咯！做工的啦！紧嘞，赶快！讨论姐 A 加 B， 我刚猜 C 耶。对，我们也是猜 C。好，啊无就食米唔知米价。好，咱来看者，食米唔知米价，对唔对？哎呦，记嘞啦，6000块先牛人一个啦。容易做工的人得到6000咯。好，是安那叫做食饭卡中午哦，就是以前煮饭的是因为唔是禁用电锅还是电子锅，所以伊是用茶落去烘，用烘拢会有鼎迄个鼎片，吼，还是迄个一寡煎巴安尼，所以伊拢食好诶。啊，唔知影其实一寡甘苦人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20股，好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啊，6000块先放喺因遐啦，吼，对，免烦恼，咱阁有4个题目啊，对无？来，导演继续，2000、4000、8000、1万，妈，哦，8000哦，好，8000哦，8000，好，咱来看一下8000的题目是啥？请问民间传说内底妈祖甲倒一尊神明，讲甲要来嫁娶咧 ？A. 大道公就是保生大帝 ；B. 关圣帝君 ；C. 玉皇大帝。你有40秒的时间，哇，保生大帝大道公哦。系啊，妈祖甲倒一个讲甲要嫁娶哈，保生大帝吧？大帝。
因为无相台地，关公是喺地理位置无啥讲，伊个讲相台地，伊那是玉皇大帝嘛，无伤大身，玉皇是啊，大帝伤大身，这个是玉皇，这个是保生大帝。保生大帝因为咱舍句法，咱妈祖经边啊是毋是拢有保生大帝？咱拢无去注意到哦。妈祖经的边啊有保生大帝。关圣帝君那个地理位置太远了。不是 A 就是 C。但是，好，我答案是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大道公保生大帝对唔对？恭喜，来分数。恭喜导演得到8星咯。咱民间的传说内底吼，有一句俗语叫做“大道公风，妈祖保护”。啊，其实以前因两个捌想要结婚啦，啊，毋过了后妈祖后悔，所以无甲伊结婚。所以这个大道公就是咱的保生大帝，嘛是一个药神。伊即马的妈祖生的时，等伊生日，啊妈祖画甲水水，伊就吊竿甲迄个落雨，要互伊拜去安尼。啊妈祖保伊嘛是迄个就是认输嘛，所以等迄个大道公伊生日的时，伊嘛甲来封啊，啊封就甲伊迄帽啊吹掉啊，吼有秃头无阮唔知啊，吼啊就是甲伊的迄个官帽还是西帽拢甲吹好掉，所以因即个传说是真有名的，吼拢保护咱海洋地区的人民。来，咱各3个题目哦。加油哦！哎，导演要搁多少？先乱嘛，慢慢来嘛，重点放在。嘿，豆豆啊来先甲分数叫起来，咱讲讲。好乱哦！好，咱来看2000个题目是啥？请问有一句话咧讲吼，失恋食什么物件？啊，迄项物件吼，最近吼嘛，科学来证明，讲真正会帮助咱恢复咱的心情哦。所以咧问的就是失恋的时阵爱食什么咧 ？A. 鸡仔冰 ，B. 金蕉皮 ，C. 芭乐籽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，鸡仔冰、金蕉皮、芭乐籽。金蕉皮嘛，金蕉皮，加金蕉皮。啊？为什么？他心情会比较好一点，愉快一点，因为金蕉皮内面它有一些成分元素，微量元素是可以让心情好。是药的哈，啊，是恁在药的哈，有看到是真正有确定哈。是吧？失恋是食金蕉皮无唔对嘛？你定是鸡仔冰的啦，伊袂遮简单。无可能食鸡仔冰吧？无可能遮简单啦。是啥哈？芭乐籽，芭乐籽的放枪剂。哦，芭乐籽对必给啦。金蕉皮它哦，香蕉它其实是有元素可以疗愈的。阮的答案吼，确定是 B。好，咱来看一下金蕉皮对唔对？是恭喜得到2000咯！好，咱来问，咱这金蕉皮来听咱老师解说来。对，我嘛捌食过金蕉皮，不过我是去试验看卖啊，什么味，真正涩涩。啊，不过即摆研究讲内底有一个有 HT， 啊，迄个物件会当伫个合成即个血清素，啊，血清素佫会当解咱即个抑郁症，所以是会当即个解忧愁。好，来，伊讲2题哦，导演。好，礼貌，好，咱来看一下4000个题目是啥？请问，倒一种物件是咧台湾的风俗内底入厝的时阵会当送的礼物 ？A. 雨伞 B. 鞋啊 C. 时钟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入厝的时阵会当送的物件哦。送什么？一般我拢送包尔啦。哈，无送烤箱啊，系啊，无送迄个电视啊。所以就跟咱3个通啊选雨伞、鞋啊，甲时钟。伊讲的是以前哦，以前的时阵人真正会送哦。有这种礼数。我感觉是我直觉是时钟，我嘛感觉是时钟呢。雨伞是袂使送的物件嘛，是伞去嘛。知安尼。啊，鞋啊是讲叫你走啊是安那。时钟互你带较久咧。鞋啊，但是讲人咧嫁娶的时阵咧嫁新妇啊，但是伊都送时钟，干嘛还有做送钟啊？迄是咱即摆咧讲的。以前做工这边有大。迄都在暗示就明。有啊，我提供啦，系啦。诶，鞋啊，伊嘛咧替你想啦，是鞋啊，我若听你就鞋。口罩嘛，好，来导演。阮的答案呢，确定是
时间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时间对唔对？好，来分数先加落去。恭喜哦，得到4000块咯！哦，有啊。嘿。因为咱以前农业社会较无准时是看天气，毋过时钟伫日语咱叫做读刻，所以伊就是一款现代的代名词，啊，佮互大家较准时。然后伊以前的时钟毋是干那一个时钟尔，伊的内底有镜，所以这个镜咱佮有刻写的功用。然后咱大家人入去了后，拢对迄镜笑眯眯，安尼其实会带来互因这间厝一寡福气，所以时钟是较适合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真正的入厝的时阵，你有看人送迄长长的哇，时钟下骹佫有镜。嘿，玻璃镜内底有一个时钟安尼。真周全，三晚会拢甲你放伫遐就对啊啦。是，来，咱即马剩一万的哦，上个你甲看一个哦吼，一万若落吼，咱这边若对，哦，就救起来对不？就确定啊。啊，若无说你算迄边去。哎呦，就这边啊！哦，就还有恁个机会哦。吼，咱来看一万的题目是啥？请问台语电影甲伊的主题曲用同一个名的，上早的是倒一出电影咧 ？A. 古今秘密 B. 梦里早归 C. 有夜花。你有40秒时间。有夜花。嘿，是古井咪咪，这梦里早归也是有夜花。这电影导演若讲唔对是足见笑的哦。哎，有影咧，哎呦。对啊。你是白人，卖有白你又多一个啊？你又多一个。这个真正又会对啦，应该是 B 啦。忙你忙你早归啦，真的啦。哎呦，阮这边讨论是感觉是较接近迄个日本时代。我确定啦，好啊。确定好。导演来做决定哦。我确定我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有夜花对唔对？哦，恭喜啊，得到1万咯！咱先听老师解说哈，来老师。好，这条乌鸦花是1936年的时，有一个廖汉臣伊做的，啊，拄开始是迄个囡仔歌，啊，毋过到1956年的时，伊有拍做电影，所以甲迄曲个合作伙。啊，另外第2个梦里早归是1957年。啊，古井咪咪这个对时代迄唱起来声调就无啥共，所以古井咪咪是1962年的时。啊，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今嘛分数甲看一下。是，咱这导演这边是24000啦。啊，那咱最刚的人这边是6000。哎，不要紧，24000，咱真正要甲摕到转去哦。咱就看后一个回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搁甲拼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咱进来去咱1秒达1000金。 1秒达1000金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挑战1秒达1000金的题目，甲正确的台文词选出来，全部选出来了后，剩的秒数会当换做现金，1秒1000块，换转来的奖金会当互恁全家砸转去。 合作领现金，是咱的现金，即马是24000，是啊几秒？咱即马就是24秒，因为1秒1000嘛。但是我加3秒是送恁10秒，有34秒啦。34秒吼。不过我直接先讲一下吼，你知影哦，咱这吼有啲 APP 啊。对，这做人讲咱即马吼，等者因要耍的这个物件吼，大家会使用你家己的手机啊。 去顶悬甲下载落来，你就在咧厝的练习咯。是，咱个download落来，啊，咱若咧厝的就通练习，啊，若练习真正有影有分数，歹势你通来报名。对啊，你若是头几名，我就请你来算啊哦。是，阮邀请你来遮佚佗的哦。是，啊，咱今日出的题目是啥货？大家听清楚吼，咱即摆题目就是3个字。 动物名，3个字的动物名，啊，顺序要对，会使吼，开始啊！好，来，我要试哦，来开始，来，给你10秒的时间，看，嘿，看好再试哦，来，阿伯哦，看好再试哦5秒哦，4、3、2、1，
1，开始。哦，讨论一下什么物件？12秒，12秒。梅条花。大导演讲台语，这队敢会使顺利提走奖金呢？来开始，来，给你10秒的时记间得。看，嘿，看好再试哦，来，阿伯哦，看好再试哦。 5秒啊，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。 OK。哦，紧了哦，讨论一下什么物件？头什么？鬼头刀，清掉。鬼头刀。哎，清掉。搁试一遍就清掉，搁试一遍。哎，鬼头刀。加油！龟头刀。哦，我过来。龟鸡拔。贵鸡中间拔。拔。哦，紧了，12秒。梅条花。啊，紧，7秒。条尾。哦。哎，我用紧张起来你啊！看花条尾是啥？我就凊彩试啊。嘿，拄啊，迄其实拢嘛，真济花条尾你唔知是啥？花条尾唔知吼。斑马线都是他老师该写。嘿，咱副手先知影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甲恁讲哦，恁即摆剩6秒啦。啊。系啊，6秒1秒1000，就是摕着6000啦，恭喜啦！嘛是真好，嘛是真好。大家拢拄啊唔知影，迄叫做什么回事？好，咱来问老师一下。咱老师甲好，你解释。老师。好，第一个恁饲龟头刀嘛，可能大家有食过，因为迄是一款海洋的鱼啊，伊会当做鱼酥啦、鱼丸啦，还是沙西米啦，吼。啊，第二个恁饲迄个龟鸡麻，嘿，龟鸡麻。就是白鼻心，华语叫做白鼻心，还是果子狸。啊，搁来就是第三种是迄个花雕尾，花雕尾就是咱。伊会当伊的条纹嘛，一抓一抓，然后你看到伊，你可能就花花，较有保护的保护家己的功用。所以花条马，咱嘛一般会当叫做斑马，还是斑马，拢会使。斑马还是斑马拢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真好听哦，花条马，那个就是斑马啦。对。是好6000块哦。是啊，6000块。好，咱进来去颁奖。颁奖哦！大导演讲台语，恭喜哦！表演，有汤不怕。请你来看电影。对，请你来看电影，咱今日搁宣传一下。好，来导演。好，那各位观众朋友，阮这个电影叫做《刻在你心肝头的名啊，心肝底名字》。啊，阮是一个。9月30號，全台灣的戲院攏有看，希望大家後呢樓頂招樓骹，阿母招阿爸，處處招厝骹，各位來聽像阮刻佇你心肝底名字。9月30等你啊！嘿，這邊迄落啊，講看的9月30愛記哩哦。啊，咱這邊呢？是咱順哥這邊，今日來吼。阮做工的人攏就是去 HBO 啦，有攏通啊看，攏可以下載就會當看。啊，即擺就是網絡頂個毛頭下載就對啦。是。啊嘛，請大家記吼，阮 APP 即擺會使下載啊吼，不管你是迄個安卓還是另個的，攏會使去看。啊，下載了就會使試，若是吊頂的就會使參加節目啊。哇，真好，等恁咯吼。好，今日真感謝阮的老師。是感謝咱上辛苦的王秀榮王老師。謝謝。